炸米声几乎盖过锅里噼里啪啦的油炸声，唯独香味掩不住。不少人穿雨衣，撑着伞寻香上门。天气冷的时候就想要过来吃，就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吃。这里的招牌是炸果，猪后腿肉搭配葱白，鹅啊搭配葱青，抹上米浆下锅油炸，看似平常，入口却没有油腻感。不会油油的，又会脆，又不会硬邦邦。特制的小汤勺已经用了几十年，控制分量也方便拿捏油温。油锅里像朵小花般的是炸大蒜，也是翁晃燕自豪的独门美味。外行人拿起来就这样摇，啊，这不对的，要这样才对的。哎，老板说，很多人尝试自己炸，口感完全不同，关键在裹的米浆，把黄豆和米一起磨，传承了100年，维持古老的做法，炸果的口感才像饼干一样酥脆。也别小看这些，从前这可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高级点心，一般人只能买油渣子。他也有一段光荣的日子呢。以前台湾经济不太好的时候啊，一般家庭啊，就是来买这个去煮菜。那些走入历史的记忆，翁晃燕说给接棒的儿子听，也跟客人分享。在油锅旁一甲子，他有一套居高思维的买卖哲学：生意好，别急着涨价。我们在这里经营100年，有没有打什么广告啊？客人还是每天络绎不绝的来捧我们的场啊，你怎么好意思涨人家呢？所以像这样子满一盘啊，摸一桶龟毛会不会很贵？没有，东平也哦，摸一桶品很便宜。听说你们20几年都没涨过价，24年都没涨价。小巷子里的100年美食，带给客人的除了料好实在，还有浓浓的人情味。摸一桶龟毛，唔买董便宜；摸一桶龟毛，唔买董便宜。